大家好，又係讀書 TV 嘅時間啦。今集我繼續介紹呢個浸會大學歷史系鄺志文同埋呢個蔡耀倫兩位年青學者所研究嘅一個幾重要嘅題目，就係香港保衛戰。正正因為政治上今時今日，因為共產黨要貶低英國人喺香港管治嗰個地位，所以呢就將呢個1941年呢場嘅保衛戰呢，就視為英軍落荒而逃，就快速投降，然後呢就出賣咗香港市民嘅利益，令到香港市民淪入呢個日軍嘅黑暗統治。實際上喺作者重新再去睇翻晒所有嘅檔案裏邊嗰陣時呢，佢發覺當然日軍攻打香港嘅兵力呢係遠遠強於英軍嘅。英聯邦軍隊駐守香港嘅參加保衛戰大約11000人，而日軍動員嘅包括喺深圳邊境嘅係包括直接攻打香港嘅第38師呢，係總共有3萬幾人，35000人。但係根據作者嘅調查，兩方面軍隊嘅喺戰役之後嘅檢討報告裏邊，其實大家傷亡嘅人數係相近嘅。咁比例上當然你話英軍因為佢個軍隊人數少，所以傷亡比率就比較高。但係實際上陣亡嗰個數字咧唔會相差太遠。咁你諗下，如果英軍真係咁渣，日軍真係咁神勇嘅話，點解日軍嘅傷亡會咁大呢？好明顯就係話英軍喺港島特別係香港島嘅保衛戰裏邊咧，係真係發揮咗一個死守嘅一種精神喺度。因為當時丘吉爾嘅指示係咩呢？佢明知道日軍攻打香港，香港係冇可能受得住，因為無論軍事力量嘅各方面，或者係喺英國喺遠東嘅艦隊，亦都冇辦法調嚟香港，因為佢要防守住新加坡、馬來西亞嗰邊。咁所以呢，佢指示係咩呢？ Resist to the end， 守到最後，即係話唔準投降。亦都係咩呢？第二個指示係就係要盡量拖延日軍攻佔香港嘅時間，俾其他英聯邦國家睇到香港嘅英勇作戰，係鼓舞其他嘅國家嘅英軍能夠喺日後嘅戰爭裏邊呢，係以同樣嘅精神去抵抗呢個日軍。咁所以當日軍好快速攻陷咗九龍醉酒灣防線之後，就即刻咧選擇喺北角登陸。而大家可能冇辦法想像嘅，喺北角登陸裏邊駐守嘅係印度嘅軍隊，係喺北角電廠裏邊向日軍反攻嘅呢，其實係平民嘅部隊，包括係好多歐亞嘅混血兒啦，嚟自英資銀行，包括 Hong Kong Club 嗰啲嘅僱員啦，都係喺香港嘅北角電廠裏邊呢，係同啱啱登陸嘅日軍呢係進行好激烈嘅戰爭。而當時駐守喺北角嘅印度嘅軍隊呢，個兵力比例呢係大約2營嘅士兵對抗呢個6營嘅日軍，而仍然係能夠奮勇作戰到12月25號正式港督投降為止。咁而更加悲壯嘅呢，就係當時由加拿大溫哥華調嚟香港嘅溫尼伯擲彈部隊，當時係全部係新兵，未乜經過訓練，亦都唔熟悉香港地形，而居然駐守嘅呢，就係一條好重要嘅防線，就係黃泥涌峽嘅機槍堡。而喺呢度呢，就係正正遭遇到日軍最強大嘅火力，所有嘅軍隊大部分包括佢哋嘅指揮官呢，都係喺呢個戰役裏邊陣亡。而最後尾呢，退守到去赤柱峽嘅呢，亦都係好多嘅當時香港嘅義勇軍，陣亡嘅比率相當之高。而呢啲義勇軍最終係華人嚟嘅，所以就除低件軍服，就混入咗難民嗰度，就翻咗去大陸，又經過呢個深圳，咁然後參加咗英國嘅特種部隊，就派咗去緬甸作戰添。咁呢本書裏邊記載咗好多呢啲細節嘅過程，包括每一日作戰嘅情況，而令到我哋相信呢，因為呢啲資料本身唔係作者憑空想像出嚟嘅，而係根據交戰雙方嘅記錄去整理出嚟嘅過程。對於我哋重新去認識呢場香港保衛戰嚟講咧，我覺得係一個近年一個最重要嘅作品。我希望年輕嘅一代，無論你對香港嘅殖民地過去係點睇都好，我相信都有需要去重新認識當日呢個保衛香港嘅軍人，因為佢哋嘅墓地呢，其實好多時就係喺赤柱軍人墳場同埋喺西灣嘅墳場裏邊，包括係喺遠赴嚟香港作戰陣亡嘅加拿大軍隊。2年前加拿大總理哈柏嚟香港訪問嗰陣時，係親自去呢個西灣墳場，係向當時保衛香港戰役嘅加拿大軍人呢係獻上呢個花圈嘅。當然喺香港嘅報紙裏邊，你係唔會見到呢種嘅新聞報導。但係如果你係重視香港嘅歷史同埋重視我哋最重要嘅咩呢？
唔好俾政治去掩蓋歷史。我相信你有時間可以攞呢本書嚟睇下。多謝大家。